哦，真好！高雄内门顺贤宫要举办创意宋江镇比赛，这里还有坐游览车去游览，免费专车文史导览服务。顺贤宫罗汉门人文协会举办。哦，导览的景点，哦，还有308高地平埔新根啊，哈哈，真好，哈哈哈。哦，真好，真好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哦，每天有班车。哦，好哎，罗汉内外门哦，旗山文史景点共4条路线，有木栅教会308高地平埔新根，有七星茶园门烟里景观路线，有旗山鼓山公园哦，孔庙景观路线也有，嘿嘿哈。对，是，感恩。顺贤宫文史局哦，它不单只是到那个孔庙哦，我们今天还会到那个就是咱的金石大王路亭，还有咱的新的路线，就是咱的副总统陈建仁的主厝。真的哦，赞哦，值得走一走。对，我们。等一下，差不多8点20分的时候开始可以。现木栅教会到308高地平埔新根，顺贤宫台湾皇帝朱一贵文化园区，南海紫竹寺宋江兵器馆哦，西拉雅新港社公界太祖，新港社公界太祖，平埔横山宋江馆，哦，木栅教会木栅吊桥。顺贤宫台湾皇帝朱一贵文化园区南来主轴是宋江兵器馆，西拉雅新港社公界太祖，平埔横山宋江馆，专车啊，宋江兵器馆，是绕里面了。上308高地月世界环车，外围啊，哦，不是里面了，这是 A 线。我们坐车的是在这边，然后外围，我们里面也有一线，里面 B 线的也有一线。如果说要我们里面顺贤宫的，它也有，它还是可以的。你们是要走路的，那就直接到那个顺贤宫的那个庙的前面，它集合到15个或是几个，他会带。哦，1线的。对，这一条路。哦，七星塔紫云宫、夜门园里三南宫2人席的，中埔的衙门口，还有这回翠文书院哈，翠文书院内门紫竹寺哈，主厝光明。它是免费的。哦，西线的旗山鼓山的公园哈，孔庙景观路线顺贤宫。旗山的武德殿旗山国小鼓山公园到孔庙。哦。